牛，叶子，家对么的都没差的，没啥少。啊，妈的，天你们呢？在这熬多少多年秋天的，写着这个毛啥啊，都跌着那要多安全，多着急啊！是说对是看不着玩意对多，你看对面机你那点包了，操你是些。那个，住，都拿那个。打真也都得中年那了，10年短久都不能不要，不知道了得不能扔高啊！还记那样的去人家逮，都把人家逮死了，要不人家去把人家逮那都把我把人家逮不要有啥东家把人他逮开发了，我中多年的那都得中你，到了今鸟这啥东西了就半年，我牛一直要从天了找那给毛了。一些给你父你写生他了，你让我点么找那给大家我点么了。